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聊出甲阿里坤的阿成吼。武汉肺炎提处理啊，我都拍照要安怎呢？无要紧吼。武汉肺炎提处理嘛是当推台语来学文化吼。咱即摆吼来做一个挑战吼，上紧讲出阮岛南地号名的人吼，阮就免费送伊一包水饺温费温出吼。念地号名是念什么地号名呢？咱来做伙看卖。就去下庄南定厝，莲芳青埔包厝，南四厝阿丹轮啊了轮三角石头架。德高德个厝，德美德头角，大雄板桥将军仑，高文高文厝架，乌叶油、红叶油、叶油，南古社五间厝，二中高菜龟寮，新厝寮北西亚，新庄后庄参尾可能卡园地溪波寮，小东大东伫位啊皮麻新厝西撇，新轮港期高新西天碧寮，福不溪、石溪、轮溪、大地有溪、大口溪、石鼓溪。很主席有4包水饺，咱岛南镇吼有一个名鸭，咱岛南镇有一个宝藏饺鸭吼。啊，要上厝的水饺吼，这少年人这妹妹嘛真够水，这妹妹嘛真够水，这妹妹嘛真够水。嘛，伊嘛是咱云林岛南塔里布石鼓溪的人呢，伊嘛伫遐咧创业包水饺哦。咱限制是720公克，吼，是细包的差不多30粒，200到32粒的水饺吼，欢迎大家来挑战武汉肺炎提处理学台语来送水饺哦。就去下庄南定厝，莲芳青埔包厝，南四厝阿丹轮啊了轮三角石头架，德高德个厝，德美德头角，大雄板桥将军仑，高文高文厝架，乌叶油、红叶油、叶油，南古社五间厝，二中高菜龟寮，新厝寮北西亚，新庄后庄参尾可能卡园地溪波寮，小东大东伫位啊皮麻新厝西撇，新轮港期高新西天。碧寮、福不溪、石鼓溪、轮溪、大地有溪、大口溪、石鼓溪。少年人这妹妹嘛真够水嘛，伊嘛是咱透过，伊嘛是没透过歹势。第一幕开始，石鼓溪下庄啊，南靖厝、莲芳青埔包厝、南靖莲芳青埔包厝、大雄板桥。好叶油、红叶油、叶油。南古社五间厝，二中高菜龟寮，南定厝、南四厝。